在中华鼻头一间两家仔场，月初才来验出鸡卵有农药芬普尼，结果昨日初十，搁来验出着一件鸡卵的检体有芬普尼，所以继续禁止这间两家仔场来出货。动物保护防疫处讲，这个芬普尼的代谢大约是1个月，即摆搁验出着有芬普尼，怀疑这毋是外界污染，真有可能是业者有隐瞒用药的事实，已经依请检调来检查，而且甲原本的罚款6万块提悬到12万。所有鸡卵拢搭封条、有封锁线，连瓦都未瓦质。这是中华鼻头一家两家场的鸡卵，因为这间两家场月初才互验出农药芬普尼超标3倍，卫生局紧急通报停牌，进行移动管制。10号搁派人去到两家场抽检，鸡卵构件45粒。鸡仔饮用水2罐，饲料2件，兔的检体1件，羽毛的检体1件送验。11号第2摆检查结果出来，一件鸡卵检体验出芬普尼代谢物0.03 ppm， 羽毛检体验出0.27 ppm， 还有芬普尼的代谢物0.13 ppm。禁止该厂的鸡蛋及鸡汁移出场外，每日派员清点。案例场管制期间，县府持续采样检测鸡汁及蛋品，直到检验结果确认安全，通报中央，并依据中央指示，使得解除移动管制。动物防疫所表示，11月月初验到鸡卵有芬普尼代谢物，就去两家场稽查，无发现有芬普尼的药物。不过11月月中，搁验第2摆，验出鸡卵有芬普尼代谢物，连羽毛都有。因为芬普尼伫鸡仔的衰退期，大概1个月才会代谢煞，所以认定芬普尼污染的来源可能毋是来自外界，怀疑业者有隐瞒，无老实讲，所以已经把案件交予检调调查，而且为原底罚6万块，加重处罚提悬到12万的罚款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